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衛報嘅報導，英國郵政 Post Office 醜聞繼續發酵。據報，英國郵政10幾年前明知 Horizon 系統有大問題，已經想更換，但到而家都未成功，反而用咗超過6億鎊繼續同日本富士通 Fujitsu 合作。而喺1999年簽合約前，時任首相貝理亞 Tony Blair 其實已經收到警告，話 Horizon 系統存在風險同擁有權問題，但佢都冇阻止合約。多次更換系統失敗後，郵政而家搞緊自家系統 NBIT， 不過就搞到又延期又超支，有可能被逼要同富士通要合作到2030年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郵政一直用緊個充滿漏洞嘅 Horizon 電腦系統，雖然10幾年前已經決定要換掉佢，但至今都仲未成功換走。原來單為咗繼續用 Horizon， 郵政已經用咗超過6億鎊公帑，而同日本公司富士通簽合約嘅總開支已經高達25億鎊。呢單醜聞源於英國郵政喺1999年開始用富士通開發嘅 Horizon 系統，但個系統非常垃圾，仲有好多 bugs， 導致成千位郵局分店老細出現帳目錯誤。有超過900人被誤告，甚至坐監。衛報引述 BBC 報導表示，原來早喺1999年同富士通簽約之前，時任首相貝理亞同其他工黨高層已經收到警告，話同富士通旗下子公司 ICL Backway 傾緊嘅合約有問題，尤其係郵政唔擁有核心電腦程式碼，咁就會搞到以後好難轉用其他供應商。但最終英國政府都照樣拍板簽咗約。喺合約之後幾年， Horizon 系統因為漏洞百出，導致超過900位郵政分店經營者無辜被檢控。直到2015年，郵政先停咗所有基於 Horizon 數據嘅私人檢控，亦承諾唔會再用嚟起訴人。其實早喺2012年，郵政已經開始揾新系統供應商。2015年揾過 IBM 試下起個新系統，但到2016年就放棄咗，白白食咗4000萬鎊。之後佢哋試過想轉去用 Amazon 雲端，但到2022年又取消計劃。而家郵政試緊自家研發新系統，叫 New Branch IT System， 簡稱 NBIT。原本打算喺今年推出，但而家又話延遲，成本仲可能升穿10億鎊。結果郵政同富士通都話睇嚟要繼續合作到2030年。英國郵政發言人話佢哋而家成間公司都做緊改革，希望打造一個可以應付未來嘅郵政系統，做到真正以分店老闆為核心。根據 BBC，貝理亞喺1999年5月收到財政部警告，話同 ICL Backway 談判陷入困難，仲指出富士通控制知識產權，將來會喺議價上曬上風。貝理亞發言人就冇正面回應佢知唔知道有關知識產權問題，只係話佢當年有認真處理有關合約嘅問題，最後決定係根據一個獨立委員會嘅建議作出。當時委員會覺得係可行嘅，但而家好明顯 Horizon 系統有嚴重缺陷，造成好多悲劇。貝理亞對所有受害人都感到非常同情。同年，時任財長白高敦 Gordon Brown 都有收到一份講系統程式碼擁有權問題嘅文件，但佢發言人就話嗰封 memo 佢應該冇睇過，只係因為程序上會抄送俾佢啫。佢亦無參與合約嘅招標或管理工作。最新，郵政事務部長湯馬士 Barry Thomas 就再宣布撥款2.76億鎊俾郵政系統發展，其中1.36億係用嚟喺今年度升級科技。
包括取代 Hyson。佢話：我哋緊密工作，確保郵政有合適嘅科技，幫助佢哋繼續為公眾服務。事實上，郵政依家仲用緊 Horizon， 證明過去投資不足，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。所以要確保分店老闆有足夠工具去服務客人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